一個令人震驚嘅消息 ，NASA 最近公布咗一項關於太空人嘅研究結果，真係聽到都覺得心酸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NASA 呢次研究嘅對象係一對雙胞胎太空人，其中一個曾經喺國際太空站連續住咗差唔多1年，另一個就留喺地球做對照組。研究人員希望透過比較佢哋兩個嘅身體狀況，了解太空環境對人體嘅長期影響。點知結果真係嚇親泡泡。去咗太空嗰位太空人返地球之後，雖然大部分生理變化都逐漸恢復正常，但係有一啲後遺症就係咁先恐怖，可能係永久性嘅損傷。研究報告話，佢喺太空期間出現咗頸動脈同視網膜增厚、體重減輕、腸道微生物變化、認知能力下降、DNA 損傷、基因表達改變，仲有染色體末端嘅端粒拉長等等問題。其中最令人擔心嘅就係 DNA 損傷同端粒變化。DNA 係我哋身體嘅藍圖，一旦受損，就好容易出現各種疾病，甚至係癌症。而端粒就係位於染色體末端嘅保護性結構，防止染色體磨損。隨住年齡增長，端粒會自然縮短，但係佢嘅端粒喺太空加速縮短，返地球之後仲繼續惡化，咁代表佢嘅細胞老化速度比一般人快，壽命都可能會受到影響。咁究竟點解太空環境會對人體造成咁大嘅傷害呢？泡泡估計主要係同太空輻射、無重力環境同埋心理壓力有關。太空輻射係指來自太陽同宇宙射線嘅高能粒子，呢啲粒子可以穿透太空船同太空衣，損害人體細胞，增加患癌風險。我要強調嘅係，人類喺地面感受到嘅輻射量只係太空嘅1/1000。無重力環境會導致肌肉萎縮、骨質疏鬆、血液循環不良等等問題。試想像下，如果你長時間唔喐，肌肉會唔會變得鬆弛無力？骨骼會唔會變得脆弱？太空人長時間處於無重力狀態，身體機能就會慢慢退化，返地球之後要花好長時間先可以恢復。泡泡認為太空人真係好偉大。人類探索太空嘅決心，就好似我哋細個時對未知世界嘅好奇心一樣，係一種與生俱來嘅求知慾望。雖然太空環境充滿挑戰，但係我哋相信，只要克服咗呢啲困難，人類就可以獲得更多知識，創造更美好嘅未來。當然啦，泡泡都希望 NASA 可以更加重視太空人嘅健康問題，研發更有效嘅防護措施，減少太空環境對佢哋嘅傷害。始終，太空人係人類嘅英雄，佢哋為咗探索宇宙，付出咗巨大嘅犧牲，我哋應該好好珍惜佢哋嘅付出。你哋對太空人嘅後遺症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哋嘅意見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